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4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强瀑布于去年6月进行所谓典藏转动的时阵，互人故意掠图片，历史有10万张的一个文物档案，出现伫中国淘宝网站伫咧卖。偏乌关国民党籍的议长刘丹昭连涉嫌收乌西钱，赚上100万，目前3名被告检方拢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留伫咧墨西哥的中南美洲移民，因为自信错误，礼拜长期美国甲墨西哥边界大桥要过界，想袂到美国警方是为甲爸爸强制驱离。国强瀑布院去年发生国宝互人摔破的事件，经过在北港去年6月进行所谓典藏转动的时阵，去互人故意偷掠档案，历史有10万张的文物档案出现伫咧中国淘宝的网站伫咧卖，甚至有一寡这相片呢是免费会当阁掠落来，一寡泄露出去的档案，这细节真幼弱，会当看甲真详细。国强说是无法度阻止因来拒载互遐的人利用，到当是找无方式解决。一张一张思维作品画质清楚，个分类整理，才会为国立国强瀑布院的典藏文物图档，即马煞出现伫淘宝这网站卖。有一寡敢若几箍人民票都买得到，甚至有一寡网站阁会当免费使用。用了自己设计的一个降档的系统来做转换，传档的过程中呢，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些高档降低到那个中高低档的这一些呢。大概是1秒钟左右，它就可以转得过去了，所以它的速度非常快。为了让国宝图档赶紧伫所谓平台公开，国强持续进行所谓典藏作业。结果，一个助理研究员伫影像转换过程，因为资料量伤大，互主机处理效能变差，所以为非公开内网转去公务系统，会当对外服务的电脑处理，说好有心人士有机会把图摕去用，整体影响估计有10万张图。本来这个高阶图档是不开放的，但是我们只开放局部的细节，它可以抓到150万的局部细节的部分呢，它一张一张的去截取，用这个工具软体批次的去拼凑起来。所以有些图档在外面留的，第一个是它并不是原来的高阶图档原件，第二它有可能有拼接的痕迹。去年才传出有国宝摔破的事件，结果个人发现去年6月都有多档外流的情形。国强批回这不是故意外流，目前档案采用内部封闭式处理，若是已经外流的高位阶图档，当地研究要请律师提出智慧财产权受损，要求各淘宝的网站把图档摕落来。调查局也立案调查，由治安工作站甲台北市调处派员前往国强了解，美国同步追查是不是有中国还是境外骇客介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金门二打岛有一个阿兵哥失踪人是走去中国，外界也伫咧烦恼讲，若准伊泄露二打岛地下通道设施，金门的防务会变作是国安危机。立委要求爱评估部队敢有需要调动。国防部长邱国正今表示，调整部署是平常时爱做的，不因为伊一个人就规个部队来换防。也因为这个阿兵哥已经离开部队超过6天了，部长表示会依法发布通缉令。如果有新的讯息，我们会适时的跟各位报告。金防部二打岛圣诞的伤兵伫咧进前失联，陆委会证实讲伊人伫咧中国，外界认为讲这是国安危机。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认为讲，国军应该用上界严格标准来看这件代志。金防部退役军官张杰伊讲，伙帮兵会当掌握的军情，若是讲泄露二打岛的地下通道设施，也是讲地下防务，恐惊会成做强军登岛的破口。安尼嘛，互列岛守备队是毋是要来换防的议题铺上内面？国防部长邱国正伫10时来做出批回。反正部队里面经常这个防务工作要经常检讨的，并不光为了他一个人，我们就大幅度调整。平常战训的状况之一嘛，调整部署这也应该的。圣诞的伤兵若是伫咧15这天无故来离营超过6天，安尼就会触犯短期缺职罪。邱国正证实讲，会依法来甲发布通缉。我们敌营通报发了通缉令，对不对？也按照管道这样子，请他们要发布了，宪兵队那边会处理。民众党立委张基乐批评讲，国防部处理的态度是低调的心态，会影响到军中的士气。到底前线的官兵伊人伫咧对换，这是叛逃也是意外，要安怎来定义呢？国民党立委
陈玉珍嘛直接讲，这个案件已经入来到两岸的深水区。应该进入一个深水区，就是说大陆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理哦，然后我们这边要怎么样来应运？说什么火防兵可以掌握的情报资料很多，到那边去就泄露很多情报资料哈。我认为说不要以讹传讹。陈玉珍认为讲，上兵会当泄露的军情无偌济，不过这个代志是牵涉到机密，由于讲两岸互动的管道无够通透，老西方强调讲。陆委会已经来成立专案，要来真紧来处理这个代志。目前内部调查起来，无认为讲诽谤兵会当来泄露情报资料。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有风声讲，即国防部鼓励国军啉豆奶来代替食卵。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日出面驳回，讲这豆奶只是另外增加营养的。农委会主委陈克中也表示，这是为着要促销台湾的黄豆啊，和国军的鸡卵数量拢有照常供应，而且也强调，顶礼拜已经开放美国、澳洲等8个国家的专案进口，其中土耳其大概会有200多万粒吨，上紧后礼拜会送到台湾，3月底的进口量会来到500万粒。农委会宣布，会供应1个月豆奶给国军，数量差不多216万罐。国军1礼拜会当啉2届，和外界指讲欠卵的问题，敢是影响去到群众，想要摕豆奶来取代。我特别要澄清哦，没有讲说好，蛋没有了，改成喝豆浆，不是这样子的，它是额外给我们216万罐。国防部长邱国正驳回讲，军中甲民间的做法同款，因应欠卵的问题，想用产卵来代替原底一人一粒卵。农委会主委陈克中强调讲。每一天供应给国军的鸡卵数量差不多14万粒，甲平常时啊同款。迄若豆奶是为着要促销国产豆啊。站在整个我们来促销大豆，也提供多元的农渔畜产品给国军弟兄。为着消透国内欠卵的问题，陈克中讲，顶礼拜国内已经开放美国、澳洲、日本、泰国、巴西、甲土耳其等8个国家专案进口，其中有超过200万粒是为土耳其来有带壳的卵。上紧后礼拜会送来台湾，另外为巴西来的无挂壳的卵数量伫拜二卖出来，按算会超过200万粒，强调逐礼拜拢会提供。迄若3个卵无挂壳甲有挂壳的卵拢总加起来，到3月底才会进口的卵数量差不多500万粒，希望会当甲国内短期欠卵的问题保护到业。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实质薪资，也就是薪水出现负成长，加上通货膨胀压力大，军公教才有可能会调薪水。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军公教因为疫情对国家贡献真大，希望审议委员会会当有正向回应，表达支持调薪水。不过经济部敢有可能因为军公教调薪水，就宣布这水钱、电钱拢来起价咧？即马有民众开始伫咧烦恼啊！外口食的费用一直起，房租价销也一直调悬，钱一直补起。国内通膨率挖近3%，民众的生活真艰难。以防还能当作是加薪支票的军公教，是不是有机会调悬薪水？行政院长陈建仁正面看待。过去的2-3年了，这个时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对国家做出很重要的贡献。那我们也希望在经过这个军公教加薪的审议委员会呢的审议的结果呢，会有一个正向的回应。调薪总是大家都很高兴的嘛，对不对？我当然支持。都是因为薪水起价速度都未到通膨，让国人实际经常性薪资变负成长。进前政府替军公教加薪，都是希望会当有发挥带头的作用，让民间的企业嘛会当调薪。只是传出军公教调薪的同时，3月底要开电价审议会，4月电价可能要调悬。不过也考虑通膨因素不爱起。经济部长王美花13日反映表示，台电袂使倒，无同意渐慢调悬。水情紧张，水费是不是原来起价也引起关心。他们一加的话，物价又涨起来，那很正常啊。过去以往都是这样子。根本它营运成本很高，水电又涨，它怎么可能都跟你加薪？一方面我们觉得它是反映合理的成本，不要扭曲资源的运用，但是一方面又担心通膨的问题，那这个当然有可能是会发生的。学者表示，水电若拢起，确实某一种程度会造成物价搁再起价。不过，若是因为成本起价，政府就袂使一直压制。安尼无，大家袂甲省电省水当作是重要的代志，过头使用问题也是会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交主的本土病例，搁再增加4例。目前国内本土个案已经有7例了。另外，伫这2年来，头一届验出肠仔病毒7一型，已经有2个囡仔住院，这家长就要提高警觉。
另外，因为走北去予医生看的人数也出现这3年来上界侪病例数，78站走北群聚通报，其中52站检出诺罗病毒，提醒民众就要注意卫生甲食食的安全。高组本土病例各增加4例，疾管署公布新增加4个高组确定病例，拢是本国籍的男性，年岁是30岁至50多岁之间，分别住伫新北、新竹市、云林县。目前拢伫病院隔离治疗当中，已经确认中高风险接触者拢总有14个人，累计高组本土病例有7例。中高风险的接触者哈，那就指的是像同住家人或者是亲密接触者，总共有14位。好，那这个是要自我健康监测21天，最长的这个监测日会到3月29日。另外，肠仔病毒疫情嘛加悬，新增加2个肠仔病毒71型确定病例，一个是1岁查甫囡仔，另外一个是4岁查某囡仔，有发烧、甲嘴破等等的症状，加在住院治疗了后，2个人的症状拢已经稳定。医师提醒，即马新冠疫情转好，虽然连解封，真侪幼囡仔毋捌感染过肠仔病毒，恐惊会受到免疫负载影响，家长一定要提高警觉。肠病毒71型，它比较容易并发神经系统的这些并发症，例如脑炎或者是脑膜炎啊，甚至会有一些就是肢体无力的这个情形啊。因为国内短3礼拜以来验出7个高组本土病例，而且互相拢无关联。这代表个人拢是无共的传播链，所以疾管署会伫6都设置合作的病院，替高风险的族群注高组的疫苗。上紧至是后礼拜5开始注，头一批会当提供予2500个人注射。另外，国内最近因为落赛去予医生看的人次嘛创下3年来的新高，拢总接到78件走北群聚的通报，其中有52件验出诺罗病毒，提醒民众都要接洗手，甲注意食食的卫生。记者综合报道。偏湖县国民党籍议长刘丹昭玲，去年底拄达成连续6届选调议长的纪录，想袂到最近却互人检举讲涉嫌收乌西钱、超人事案、违建免贴等等，乌心钱赚了上百万。偏湖地检署甲廉政署长开始去敲，也团包含刘丹昭玲在内顶10个人透明问话。今日透早认定，这刘丹昭玲甲姓陈的机要秘书等3个被告，拢牵涉到贪污治罪条例罪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到暗头5点半，3名被告的羁押令还佫伫进行。去年底才伫议会准备宣誓就职，偏湖国民党籍的议长刘丹昭玲最近却互检举食钱、替人超县府临时人员的人事案，佮特定违建免贴案件，不法的所得超过100万。偏湖地检署甲廉政署13大动作所在县府，佮有相关的涉案局处，传唤刘丹昭玲被告甲证人拢总15个人来问话。我们尊重填调，尊重填调。议长涉嫌贪污，县长陈光福无愿意加讲。检方透明侦讯了后，10时透早认定刘丹昭玲、佮姓陈的机要秘书等3个人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罪嫌重大，甲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那另外一个被告，前车专处的处长是5万块交保。为派出所所长邱丽接过恭喜红单。去年9合一大选顺利连任的刘丹昭玲，甲红赛2个人伫偏湖政商界地位真悬。将近42年的刘丹昭玲，捌连任议员10届、议长6届，创下地方自治史的纪录。打算因为涉嫌贪污互升压，偏湖未来政坛嘛出现变数。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偏湖报道。中华有一名受刑人朱汉忠伫咧中华家家服刑，因为符合自主家外作业的资格，平常时会对家家去到厂商遐做事。毋过昨早起伫咧工厂的时阵，讲要去变数了后，煞人就拍无去，家家赶紧发布通知，而且登录到刑事局的查缉专案。受刑人逃亡1天了后，落尾伫咧中华演真掠着人。伫咧彰化监狱服刑的受刑人朱汉忠，13早起利用自主监狱作业脱逃，甲放随伫伊工作的厂区周围找人，嘛随通报警方。刑事局也伫重要紧急查缉专案当中发布全国通知。彰化监狱表示，朱汉忠是伫2019年12月离家，刑期有4年1个月，因为伫监狱内底表现好，才互人选做自主监狱作业，脱逃进程完全无过样。搜寻的时候，该员已经不见踪迹。那本监会确认他已经离开我们的自主作业场域，所以我们立即通报，检察署还有及当地的警察机关，传真通报及告发投考罪嫌。
台南民德外遇间，去年要发生受刑人人死5脱逃杀害两个警察的命案，引起全球的关注。花莲自强外一家今年2月，佫发生受刑人吕宗良超过假期无转去脱逃的事件。这届佫传出有人脱逃，甲方讲朱汉忠是趁去便所时阵走去，加在中华警方透过吊监视器，14早起总算伫眼前，朱汉忠因亲情斗掠着人。那我们早上有收到讯息，说这个助兴犯嫌疑似有返回这个居住所，我们就指派大批警力来现场来做埋伏。那助兴犯嫌看到警方出现，他立即从39号的一个后门来逃跑，那我们立即来展开追逐，来将这个助兴犯嫌来缉获。中法监察强调，朱汉忠是为2021年9月开始到协力厂商协助作业，拢是由协力厂商的人接送伊上下班。这届是毋是有人帮助伊脱逃，要待厘清。专案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记者中华报道。因讲政府公布2023年外交策略方针，今年头一届是讲到台湾，而且强调台海情势爱稳定，反对各方面改变现状，以及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议题。咱的外交部对英国友台言论和文件拢表示感谢。英国13发布2023综合评估更新报告，内容讲到今年外交策略方针的时，头一摆提起台湾加两岸议题，明确表明支持台海和平，反对单方面破坏现状。But we cannot be blind to the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military and economic behaviou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cluding stoking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attempts to strong-arm partners. 英国2021年头一摆发布类似报告，迄当时通篇无提起台湾，也无提起台湾海峡。英国今年的报告提起台湾2摆，台湾海峡3摆。报告内容也表达会拍拼维护台海稳定，各地东海、南海反对任何单方面对现状的改变。由我言论展现英国的友台立场。外交部对此表示高度的欢迎与诚挚的感谢。英国外交方针强调空中、美中互动也呈现高度竞争。中国两会结束，习近平进入党政军3位一体的第3任期，政治批评美国对中国打压，战略定位姿态强硬。官长真讲甚至用新冷战事件优美美国。学者分析，美中安线一条是俄乌战争，中国敢是援助俄罗斯，另外一条安线就是台湾问题。涉及领土跟主权，中国是绝对不会放弃的。美国从它的地缘这个利益，或者是从它要维持世界霸权，那它也不会轻易放弃台湾。那这个时候就是个联合游戏，我不排除中美之间呢可能会出现擦枪走火，或是一场有限的局部性的战争。美中外交战无停止，美中竞争更加牵动台美关系，也提醒习近平第3任期对台下两个当地实施，台湾需要特别谨慎，避免因为异化事件发生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因的军事规模一直大起来，为着要甲中国对抗，美国、英国、澳洲3个领袖伫美国的圣地亚哥举行峰会，落尾是达成协议。美国、英国会替澳洲做一种新型的核动力舱水弹，会当发射汽车飞弹，是澳洲上大规模的国防战略投资。另外，这3个国家伫咧国防预算当中也是大大增加，其中美国2024年的国防预算是有史以来上介悬。澳洲海军原本就有6只插电动力舰舰，不过服役已经20年左右，马方认为是无法度来对抗中国的核动力舰舰。伫甲日本、法国舰舰建发合作破局了后，澳洲甲美国、英国的3国同盟渐渐形成。这个军事同盟的核心，就是由美国提供设计，英国提供反应炉，替澳洲海军研发有史以来头一批核动力舰舰。These subs are powered, not nuclear armed subs. They're nuclear powered, not nuclear armed. Australia is a proud non-nuclear weapon state and is committed to stay that way. 不过，这批替澳洲打造的舰舰火力嘛是真强，为鱼雷发射管，就会当发射汽车飞弹，攻击敌人的军舰或者是陆地目标。若是类似美军维吉尼亚型的舰舰，按90度发射筒，就会当发射射程更较远的战步巡弋飞弹。澳洲按算采购3只至5只舰舰，未来30年按算总经费差不多是新台币7兆5千亿。The AUKUS agreement we confirm here in San Diego represents the biggest singl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s defence capability
in all of our history. 营养这个展览计划案准备要启动，美国、英国、澳洲这三个国家嘛会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We're providing an extra £5 billion over the next 2 years, immediately increasing our defence budget to around 2.25% of GDP. This will allow us to replenish our war stocks and modernise our nuclear enterprise, delivering AUKUS and strengthening our deterrent. 到2030年，英国按算甲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例增加到3%。那美国后一个年度的国防预算，嘛会来到历史上的上悬纪录。And in the seriousness with which this budget treat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budget delivers combat credible joint forces that are the most lethal, resilient, survivable, agile, and responsive in the world. 除了提高军人的待遇，新增加的国防预算嘛用伫采购研发新型而且射程更较远的飞弹，而且补充因为大量支援乌克兰减少的弹药的库存。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几大阵留伫墨西哥的中南美洲移民，礼拜因冲向美国甲墨西哥边界大桥，打算要甲冲过去，是因为因听到风声讲美国当咧庆祝移民日，开放移民入境，想要到美国这个附近边仔呢是围甲密，唔互人经过，甚至边境的警察用胡椒喷雾甲因赶走。大批主要来自委内瑞拉的移民，突破墨西哥的安全岗哨，拍拼冲向美北边界大桥，带诱动的人，规气就将囡仔扛伫肩胛头。因过早到半路才发现，美国警方已经救起防守线，用铁丝网加上阿摩托的查老尾挡伫头前，有人着急之下，跨过路障甲警方理论，有人是靠咧请求。Por favor, queremos respuestas. La aplicación no nos ha servido para absolutamente nada. La aplicación ya no da nada, viejo. Eso, me encuentro sola, estamos solos acá. Nos roban, nos extorsionan de todo. 滞留伫墨西哥边界华雷斯城的移民，风声迄天美国当咧庆祝移民日会开放移民入境，所有人拢真欢喜，想要热闹，因为过这座桥都是美国德州阿尔帕索，想要靠说服边境警察用胡椒喷雾赶走，最后又完无法度过桥。Le echaron gas pimienta a la niña en los ojos. Estamos aquí por un mejor futuro. Venimos pasando la selva del Darién, corriendo peligro en esta travesía. En cada paso que damos, los niños sin dormir, sin comer, sin estudiar bien, nada, no estamos haciendo nada. Estamos esperando una respuesta porque la verdad. 移民口中根本无路用的手机 App 是拜登政府去年2月所推出的新措施。规定寻求庇护的作业改做线顶有用申请，袂当提起边界时阵才提出，真侪移民不满。这款 App 调互中定数复杂，只是咧应付因而已。虽然拜登就任以来，伫共和党的压力之下，移民政策转为严格，不过每个月又有大约20万非法移民想要跨过美墨边界，这一摆硬朗事件，互反对人士再度批评当局袂当有效阻挡移民潮，边界安全感度需要提升。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去年9月，伫伊朗有一个22岁科德族女性艾米尼，因为伊的头巾无戴好势，佮向掠起来，伫关押期间出来死亡，引起全国大规模抗议。官方唔拿镇压这示威者，而且要佮人掠起来。不过，这伊朗政府伫13宣布赦免22000名捌参与即寡反对示威的民众。示威者伫地铁站站卡画口号抗议22岁科德族女性艾米尼，因为头巾无戴好，导致警察拘留，佮立即死亡。去年9月开始，亲像这种成员艾米尼头巾抗议伫各地出现，当局强烈镇压，一点仔都无留情，造成真侪人死亡，真侪示威者互人逮捕，这人一直到最近才互人赦免。الان آماری که من دادن در مورد اغتشاشات 22628 تا کسانی که مربوط به اغتشاشات از اهم از اونایی که محکوم شده بودن و اونایی که قبل از محکومیت مشمول عفو شدن بر اساس اون چیزی که مقام معظم رهبری عنایت فرمودن. 伊朗国营媒体顶个月初报道，最高领袖哈米尼赦免几6万的犯人。13司法部进一步宣示细节，除了2万外的参加头巾革命的示威者，也有6万外的受刑人，也是搁较侪等待发监的人。其中34000外人是得到减刑。艾米尼死亡引起头巾革命得到全国各地不分性别、种族、各行各业民众支持参与，表达对社会不公平甲专
专制政权的反抗。这种规模伫伊朗真罕见，也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了后上大场的。动乱者面临真大挑战。检察总长去年12月表示，已经解散道德警察，国会甲司法机构也伫研究修改头巾相关法律，想要灭火。尾啊，抗争规模确实是有缩减袂少，不过也受民众烦恼，这是因方看的。坚持国家需要体制性全面改革。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美国矽谷银行和美国的加密有线银行小连续传出倒去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确保美国银行系统的安全。有专家指出，讲银行会倒去是因为联准会升利息升了上过猛。外界预期讲，这美国本地要来继续升利息的政策，可能也会对日调整。美国为矽谷银行甲被货币产业友好商业银行 Signature Bank 的存款提供担保，因我并无消除投资人对全球其他放款机构可能受到影响的担心。美国总统拜登13安打市场甲准货。Every American should feel confident that their deposits will be there if and when they need them. Second, the management of these banks will be fired. Third, investors in the banks will not be protected. They knowingly took a risk. And when the risk didn't pay off, investors lose their money. That's how capitalism works. Americans can rest assured that our banking system is safe. 拜登也讲会要求国会甲银行监管机构加强对银行的规范，避免像这种倒闭的情形发生。即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人早饮料点心到倒闭的矽谷银行总部外口，或伫外口等的客户，也甲因挂保证，因的钱甲普通时同款拢正安全。You'll be able to wire and do business as usual. International wires will be able to be sent today as well. Wires that you would normally be able to process will be processed as normal. You check your balances should be the same. Learned my lesson. I'm going to spread it around. 矽谷银行倒闭的根源是来自联准会因应通膨的压力，升利息升正强，美国借款的继续动荡，进一步造成银行业流动性风险。那么这种情形可能会让联准会考虑3个可能的暂停调悬基准利率。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全面动员防卫准备法争议不断，就立委指出讲，若准动员16岁到60岁台湾人，加起来是1470万人，这是全世界上界大部队。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讲，这款的解脱是错误的，无要爱1470万人上战场。另外，针对学校要设防护团，负责区分医疗、消防、军事生产等等的这任务，基本训练就要开8点钟。家长就质疑讲，这教官已经退出校园，是虾米人要来指导国防教育呢？国防部计划修正专动法，虽然无甲外界充分沟通，家长误会要学生囡仔青年上战场。国民党立委布坤基则是指控专动法，互台湾变做第2个乌克兰。那动员16至60岁的台湾人，拢总有1470万人的大部队。行政院长陈建仁正式否认，讲互所有人要上战场。民众党召开公听会，家长代表出席表达烦恼。只是支援什么医疗救护、消防、抢救、维修、卫生、精细生产，这都你们写的。你们有跟我们讲说学生准备好了嘛？把这16岁的孩子都当的是超能嘛？学生会不太知道说，什么样的情况，他是在什么样的身份之下会需要被纳入全动法之中被。所谓的动员这样子。即马下高中节学生囡仔无军训课甲军服课，敢若必修2学分的全面国防教育。不过学校要设防护团，基本训练大8点钟，平常时啊训练1年2届，安怎分配时间？数字为倒来，国家偏组会甲学生囡仔分做支援医疗、消防、军事生产这个任务。家长是质疑教官退出校园，向来指挥国防教育，即马看来敢若是讲的尔。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示警，台海若是发生战争，中共无差别攻击兵工厂，学生囡仔若袂晓自救，恐惊会牺牲。军工厂一样炸，我们看乌克兰战争，俄罗斯的军队、俄罗斯的火箭、匕首飞弹，还有远点的飞弹，就对他的军工厂做轰炸。那如果这个中共也对我们这样，那我们高中生在里面在那边做子弹呢，那不是没有前后方之分了吗？所以我们教育训练要先做，先决条件必须我们要先打胜仗啊！难道国防部还是教育部政府已经
觉得我们一定会打胜仗，他才会先动员这些学生，到时候要做清理战场这个动作。针对军校生动员了后的实务军阶参战，家长提起政府真侪届声明军校生年资无算军人的年资，这种的做法无妥当。林玉峰认为，动员学生不如动员退役的替代役男，人数超过18万人，这个退役替代役男较早捌训练过，是比学生囡仔更较适的人力。记者综合报道。廉政署中部地区调查组本地伫南投市，因为这中兴大学南投校区创立这个听写保护学校来使用，颠倒因爱来借这中兴大学台中校本部的旧园艺系的系馆，以及着宿舍群兴大一村，按算今年6月要开始使用。也因为廉政署具备司法警察权来照行为，引起老师甲学生议论，就让烦恼讲这大学主题精神会受到影响。中香港人伫内底油漆壁顶先挂真大的机关名，廉政署中部地区调查组政府办公厅下搬新厝，验过这个地点是国立中兴大学位伫台中的校本部，因为廉政署有司法警察权，引起学校师生议论。言论自由就是觉得好像在学校里面放这种东西，有点不符合学校嘛。因为学校就像工学院啊，就在学习，然后在教书。然后这东西好像跟学校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刚好这栋好像也没有在使用，然后拿来做不同的使用方式也不错。廉政署中部地区调查组今卖地址位伫南投市光明路，因为配合行政院中兴新村规划，听说已拨予中兴大学南投分部使用。廉政署就向学校借旧园艺系馆作为行政办公室使用。计无偌远的校外无利用的宿舍群兴大一村是作为精神甲临时侦查庭使用。廉政署发布新闻，佫强调无侦查禁止校园的记录，也毋过有教职员批评这件代志无经过校部会议讨论，大学主题精神倒退路。你看学校里面竟然有一个不是这个学校的行政单位进来，你觉得这个合理吗？现代透过简单声明稿表示，廉政署借用定数依照行政院国有公用财产无偿使用原则，经过后来签准协定，借用年限当日参详。听说预定今年6月启用，未来现代一村办案区域会甲校园区隔开，阁有独立动线，未影响教学。记者综合报道。诈骗集团真猖狂，进前有真侪台湾民众被骗去柬埔寨。不过，柬埔寨总理洪森进前也表示，伊收到的诈骗信息调查了后，发现讲这电话号码是来自台湾。咱的刑事局也强调，就算 IP 是伫台湾，无代表嫌犯人就伫台湾，已经和当地联络，希望和柬埔寨做伙合作来打击诈骗集团。大批犯罪集团伫柬埔寨设据点，骗台湾人海外求职，说是违法做诈欺。柬埔寨诈骗万六家同人知，就连柬国总理洪森顶日也表示，家己也正做诈骗对象。ហើយដែលប្រើប្រាស់ profile ជាលោកអង្គញាគុស៊ីប៉ុន្តែលេខទូរស័ព្ទគឺជាលេខទូរស័ព្ទរបស់ឡាវហើយបើយោងទៅលើការស្រាវជ្រាវអ្នកនេះឈរជើងនៅឯ台湾。并且公开资讯，家己讲收到诈骗简讯，发送者是一名柬国企业家。原来伊的社群软体互摕去用，传送英文信息要求汇款。那洪森派人调查了后，发现嫌犯使用了个电话号码，也毋过 IP 位置确实伫台湾。IP 在台湾不代表人在台湾哦，当然是有这个可能选项的。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已经责请我们警政署驻越南代表处的这个胡志明办事处的一个警察联络官去向柬埔寨当局来去这个洽询。刑事局回应，就算发话地点是伫台湾，也袂当排除诈骗集团是利用 VPN 当作是跳帮等等的手段来避诈欺。已经请驻外联络官甲当地执法机关联系，还未得到回复。只是台柬两国伫打击跨国诈骗，过去毋捌合作过，即摆敢会当随时展开国际合作。柬国政府的态度正做关键。记者综合报道。
国道6号水沙连高速公路是中台湾第一条环向的高速公路，目前已经通车到这个是雾峰到埔里。其实事实上，这段路是第一阶段，原本计划当中还佫有第二阶段埔里到花莲。不过因为这地迄甲断层一寡无确定因素，需要评估了后另案核定。花莲的立委布坤基今仔日就质询，讲民国83年就另案核定啊，为什么到今拢无下落嚟？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除了工程当着地质等等的困难以外，这经费也要8000亿，数字是真惊人。国道6号雾峰到埔里，由国道3号台中雾峰分出，往东行一路通到埔里是中台湾第一条环向国道，也是南投重要连外道路。过去国内计划路线要捌有第二阶段，埔里到花莲段电风听讲真久啊，尤其花莲在地也毋茫有国道顶级的连外道路。我会支持，经过921之后，也有一些回损嘛。那我觉得要开应该不容易。比较急迫性的反而是苏花这一条路有一些危险路段，赶快规划，然后重新的去赶快动工。国道6号延伸到花莲段的计划路线，由埔里继续往东，经过雾社，搁到东门，连接花莲吉安，其中雾社到东门的28公里的所在是连省道路还未开的路线，目前要驶去中环。计划中的东沿路段也经过罗沙温泉，当地地温大约100度，真歹时间。另外路线也会贯穿中央线内，外靠崩坑到桥梁，上长的崩坑会超过18公里。行政院伫民国83年采时，埔里到花莲段因有地断层，原部本段等无确定因素，应该个评估。这一条是从民国大概80年讲到现在，地质探勘报告在哪里？事实上，我们有初步的评估它的经费了。第一个穿越中央山脉要8000亿的经费哈，那个非常的高哦。然后工程上面呢哈，工程上面哦，包括这个相关的地质哦，还有包括地热哦，包括生态区等等的。我想这一部分我们当做一个长期方案。我们在110年的时候也做一个重新一个费用跟工期的评估了，光施工工期就要22年了哈。前面如果说包括调查、环评啊这些整个期程要将近38年。高公局表示，因为地方平台一直反映，希望中期国路东延计划第110年，来调集国内外学者专家建议讨论。迄当时国外专家认为，当地条件确实真复杂，建议会当评估。而阿比斯山建高山铁路断面较细，对环境伤害也会较降低。无顾名云南会委员讲，上严格的挑战就是温度超过100的地热环境，会当讲无可能时间调回改善，重新建议。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宣布，对3月31开始，若专机过境通机场会收500块专机过境设施使用费。台湾人出国旅游是不会受到影响，这500块费用会向外国过境的旅客要求因负担。交通部表示，讲日本的成田、韩国的金川、甲新加坡的长崎机场拢有甲过境旅客收相关费用。这届收钱也是汤机场开航44年来头一届向专机旅客收费。那以汤机场108年专机过境的旅客量296万人次去算，一年就15亿的收入。有真侪演唱会的门票一开始卖了后，就去互抢了。尾仔伫网络顶头就出现黄牛伫网络顶头乌白画价、塔价转卖。消基会今仔日就呼吁政府就爱修改社会特殊维护法，只要有转卖趁钱意图，就爱甲因动罚。历史的演唱会票二买，阁常常出现黄牛、化关价小转卖，真侪歌迷真受气。进前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有人提案讲，基本表演的票券就爱采取徛名制，到达有万多人支持，不过要执行极受困难。不是所有的活动都能够卖光，全面实施实名制会使得其他不需要逐一检视进场的人的身份的这些活动拖长时间，衍生了更高的这个成本。不过黄牛实在真抢赢，像最近要来台湾开唱的韩国人气女团，网络就票价1800块，搁加价卖。消基会14开记者会，就建议政府修正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4条的规定，甲原本转售道理的出发就爱是卖出去的运输、娱乐票券，改做只要意图转售盈利者就通领，希望杜绝黄牛乌白化价。
从你的行为我看得出来你的意图是要转售图利，这样就该罚。你挂券其实基本上我会认为你就有意图了，好，就是这基本上是这样。那当然，你如果主张你不是意图转售图利，那由你来举证。消基会嘛指出，现行的法规处罚干那3天以下拘留，也是罚1,800块。对家计小炒到几十万的人来讲，根本免惊。因希望行政院、立法院拢通参考加重处罚。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是表示，文化部伫咧建议修文创法，内民间提供社违法的修法版本，嘛真欢迎，会当同齐进行。记者电报台台北采访报道。根据台南市消防局的统计，到病院前的警力救护，今年大概有400个重大创伤案件。不过台南只有2间医学中心，而且拢是伫咧市中心。最近消防局规划增加到病院前的超音波，配伫咧新营、关岭、玉井、嘉义、新市甲归仁等6个路头较吊弯的消防分队救护车，希望会当降低重大创伤的死亡率。台南市消防局新营分队的队员，比起的是当咧整理救护车顶需要用品，除了会当伫救护时发挥作用，另外最近新增加救护生理器，也就是到医进前的超音波。像我们的脾脏、跟我们的肾脏，还有我们的肝脏，这些都很容易大出血的部位。那我们超音波就可以去辨别出这些地方有没有出血的问题。以大兴营地区为例，离上近医学中心顶级的柳营奇美病院，有时车顶也爱15分钟，利用这台到院进前超音波，伫救护车顶使用轻便简约的探头，佮搭配影像显示，就会当回传予专业医师判读结果，对心跳停止、胸腔痛、中风严重喘气困难、加创伤患者早期诊断佮阿上治疗有帮助。透过这些设备的使用，我们可以及早辨识说，如果是轻症，我们可以送往新医院，那重症我们可以优先送往柳园奇美医院，那可以去做一个分别。根据台南市消防局统计，到以前紧急救护当年大约400件重大创伤案件，台南地区只有2间医学中心，而且拢伫市中心，增加生理器，提升救护品质。救护车上面除了全面配置自动心肺复苏机还有我们监测12导程的心电图机，还有一些高阶医材像骨针之类的医材，再搭配完整的人才教育训练去提升救护品质目前台南市消防局规划包括新营、关仔岭、玉井、嘉义、新市、甲归仁等6个较偏向的消防分队救护车顶配置，毋望有效降低重大创伤的死亡率。记者综合报道。今年SARS疫情是满20年啊，电视剧《和平归来》以当年和平病院防疫做故事背景落去改编，透过戏剧来探讨防疫甲人道的社会经济。电视剧伫3月18日暗时8点要伫咧公视播出。你不能起的位置吗？你晚上睡得着吗？医护人员甲政府代表伫线顶起冲突，回顾20年前亲身徛伫 SARS 防疫第一线，互人关伫病院内底的情景。林炳宏医师表示，这回演出戏剧，所有悲伤受气的情绪，一个下就出来啊。他们算是考究的蛮精确的，尽量就是有还原出当年的味道啊。那我当初拍摄的时候，就感觉不太对劲，就是我就误以为是当时，所以其实我拍完1次以后，我就有点失控。制作人王怡欣推出《和平归来》电视剧，讲的是 SARS 迄时阵和平病院发生院内感染，政府决定封院，引起防疫甲人道的社会争议。搬演卫生局长的钟时英讲，要安怎徛伫决策者的角度去看待 SARS 防疫，是上大的挑战。然后我们既知结果了，所以我们要还原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普遍会对这个下决定的人会有一些既定的观念。所以在做角色的时候，就得想去为这个角色他做的这个角色是为什么，然后以比较人性的方向去出发。时间的过去，我们会淡忘记忆，可是曾经有什么样的人在前线为我们付出，促进我们一步一步都能走到更好的今天，这件事情不能被忘记。制作人表示，毋望透过戏剧，互少年代知影台湾的防疫经验是安怎来的。和平归来电视剧3月18日暗时8点伫公视播出。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呀，是摆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5度到24度。
表列到云林对15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4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